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新一屆桌遊比賽嘅比賽賽規。呢個桌遊比賽嘅名稱叫做麒麟三角，點解叫麒麟三角嘅？因為細棋有三粒，而中棋有兩粒，而大棋有一粒，啱啱好就可以砌成一個三角形，咪叫麒麟三角咯。咁比賽嘅時候係點樣決定邊個行先嘅呢？咁梗係抄包剪揼，睇下邊個贏就行先㗎啦。包剪揼。行先，咁冇規定要放大中細邊隻棋先㗎？冇規定㗎，你可以隨便揀一粒棋去放入呢個棋盤入邊任何一個空嘅位置㗎。咦，咁我第二步落棋有冇啲咩特別規定啊？其實冇乜特別規定㗎，有兩個方法。第一步係你可以將大中細其中一隻棋子放喺其中一個格子入邊㗎。第二種方法係中間有隻藍色嘅棋子㗎嘛，只要你攞一隻大過佢嘅棋子，你就可以吸咗佢㗎啦，變成你嘅棋子。呢副棋仲有咩規則啊？呢副棋除咗可以落棋，仲可以移棋，好似咁樣。咁呢一個遊戲點樣先為之勝出啊？勝出話呢，只要我哋擺成直線、橫線同埋斜線，呢三隻棋圍成一條直線嘅話，就勝出㗎啦。咁仲有冇其他勝出嘅方法㗎？有話當藍色選擇移棋嗰陣，發覺橙色已經圍成咗一條直線，咁藍色咪輸，橙色咪贏咗。